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森林4湖3条轮的海洋牧场，配合着未解封，伫符合着人数的规定之下，要来恢复着以往的活动，要带大家体验着判蚵仔、剥蚵仔的趣味。 4湖的3条轮海洋牧场是农委会水保局青年回乡的行动奖励计划，让大家会使更较熟悉海洋环境和蚵仔的养殖产业。今年嘛是计划的第2年。对，那目前的话，我们主要还是以海洋环境保护、净滩的方面，然后跟社区的互动，还有整个养科产业，我们希望可以做个串联这样。 进前因为3级的警戒，真侪活动拢袂使办。不过即马因为未解封，海洋牧场开放伫人数的管制以内，会使体验破蚵仔，佮有剥蚵仔壳。 这边的话，我们的活动时间大概以夏秋为主，就是从5月到9月这边蚵仔的盛产季节。这边场域的话，主要是剖科的体验。那我们在我们场域的另外一侧呢，这附近还有别的姐姐们她们的工作场域，就是以串科跟科壳打洞这个串科的体验这样。 今年阁有提供予民众会使过暝，希望会使予大家体验到渔村生活。虽然未解封是有条件开放予民众会使四界行行看看，不过要是爱记得甲防疫措施做好。穿过20个。